第一篇讀經，我哋聽到保祿同巴爾納伯去到一個城裏邊治好一個跛子使到佢能夠行走。全城嘅人就好轟動咁就認為係神降臨喺佢哋兩個人身上，所以嗰個司祭又拎埋啲牛準備宰殺奉獻俾呢兩個神明，稱巴爾納伯係則烏斯，稱保祿係克爾默斯。呢兩個都係希臘嘅神話裏邊嘅神明我記得我哋細個讀希臘神話就有呢兩個神，一個 Zeus， 一個係 Hermes。呢個就係當時嘅，即係話希臘佢哋信多神嘅，咁認為呢兩個神明落咗喺保祿同巴爾納伯身上。當然啦，呢兩個宗徒立刻好清楚地講出，佢哋唔係神明，佢哋只不過係人。我哋應該崇拜嘅係生活的天主，好清楚講出佢哋兩個所信嘅係唯一嘅天主，唔好信多神。所以我哋會見到係唔同信仰嘅喺呢度匯合有啲信多神，但係基督徒保祿同巴爾納伯都係信唯一天主嘅，唔信希臘嗰度嗰啲神話。猶太人一直都係一個一神信仰嘅民族。我話呢樣嘢無論點，佢都係特選嘅民族，讓世界認識到天主只有一個。呢個係我自己覺得猶太人最大嘅貢獻，就係讓人認識到唯一嘅天主。呢個係佢哋了不起嘅地方。我哋係懷住感恩嘅心感謝以色列人嘅，就係呢一點。但係去到基督徒嘅時代，今日第二篇讀經呢，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我哋將天主本身係點又再進一步嘅認識。喺舊約裏邊冇咁清楚，有聖父、聖子、聖神，起碼唔係好明顯地啟示出嚟。有少少嘅舊約裏邊有提到天主嘅神我哋會聽到呢啲咁樣嘅講法喺聖詠裏邊達味亦都曾經話唔好收翻你嘅聖神，求天主唔好收翻佢嘅神呢啲唔係好明顯認識到天主三位一體嘅天主。我哋基督徒除咗信係一神嘅信仰之外，我哋因為基督嘅啟示，讓我哋知道天主係三位一體嘅天主。呢個唔係理性可以得到嘅。聖奧斯定嘅故事讓我哋，聖奧斯定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佢喺度思考天主三位一體點樣可能呢啲問題咁起碼故事就係話憑人嘅思考去唔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呢個純粹我哋要接受，係通過耶穌基督嘅啟示。今日嘅呢段若望福音，耶穌最後晚餐嘅言論好清楚讓我哋睇到天主本身係點。耶穌稱天主為父，自己係子。今日就好清楚話護慰者就係父因我嘅名要派遣嚟嘅聖神，係耶穌基督講，父藉耶穌基督嘅名派遣聖神嚟到我哋中間。我哋之所以能夠接受，因為聖神喺我哋身上運作，一切都因為嚟自基督嘅啟示。理性係去唔到嘅。雖然後代嘅人嘗試用好多圖像又好，比喻又好，去講天主係三位一體。最明顯嘅，我諗你哋個個都會認識嘅，往往用一個等邊三角形去講天主。
等邊三角形，三邊都相等嘅，三隻角都係相同，但係得一個三角形。嗱，咁大家都覺得啊，好巧妙喎，呢個咁樣講，即係用一個咁樣嘅 symbol 去比喻天主聖三。好多時我哋見到好多聖像都係用一個三角形表示三位一體天主嘅信仰。如果你哋去過澳門大三巴，大三巴最頂嗰層係一個三角形，就係講用一個咁樣嘅 symbol 去講出我哋最基本嘅信仰，基督徒嘅信仰係信三位一體嘅天主。巧妙就巧妙，但係呢都係有佢嘅有限性。如果你包拗頸呢，你可以拗落去嘅。點解唔一個正方形呢？正方形都係四邊相等，四隻腳都相等㗎。你如果有心拗呢，可以拗落去。所以 symbol 就係 symbol。你唔可以話好清楚地能夠完全表達天主聖三係點。天主聖三純粹係因為基督嘅啟示，所以呢個係我哋基督徒嘅信仰。我信耶穌基督嘅話係咁噶啦，證實唔到嘅，你接受呢個係基督嘅啟示，我信佢嘅話。因為佢嘅話，我接受稱天主為父，耶穌基督係子，聖父聖子將聖神賞賜俾我哋，呢個係我哋嘅信仰。所以今日藉住呢兩篇讀經吓，第一篇讀經讓我哋睇到天主只有一個，我哋唔接受多神嘅信仰。唯一嘅天主耶穌基督讓我哋啟示俾我哋，係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嘅天主。我哋基督徒接受嘅就係呢個信仰。呢個信仰唔容易接受㗎。如果你唔接受耶穌嘅啟示，你就冇辦法相信。當人離開基督越遠呢，唔同嘅異端就係出現，因為接受唔到耶穌基督呢個啟示。認為耶穌基督只不過係一個偉大嘅人物，唔信佢係天主。好多異端都係唔信耶穌係天主。接受耶穌基督係一個偉人呢，全世界嘅人都會接受。耶穌基督的確係偉大，影響住咁多人。但係要信佢係天主呢，係真係需要一份恩賜。你要信耶穌基督嘅話，先至能夠接受耶穌基督，佢係真天主，亦都係真人。唔同時代、唔同嘅異端，都係對耶穌天主性嘅身份產生懷疑。從2、3世紀，其實中途時代已經有呢啲咁樣嘅異端出現嚇，去到教父時代就更明顯啦。我哋呢幾日去到好多唔同嘅聖堂，聽到好多東方教會嘅教父，呢啲教父好偉大嚇，係完全係靠呢啲教父維持我哋三位一體天主嘅信仰，佢哋堅持呢個信仰係真。唔好忘記早期我哋教會只係得一個嘅啫，東方西方只不過係地域上同語言上嘅分別，係一個教會。羅馬以東叫東方教會，羅馬以西係西方。東方係用希臘文，西方用拉丁文，完全係地域同埋語言，但係信仰只係一個，我哋統一嘅信仰。早期嘅大公會議，東方西方都會派人去開，所以我哋感謝呢啲教父，特別係東方教父維持呢個三位一體天主嘅信仰，堅持呢個信仰。不過好可惜，去到第7世紀，回教徒嘅興起，主要就係因為唔接受耶穌基督係天主，佢認為耶穌基督只不過係一個偉大嘅先知。回教徒有4個偉大嘅先知，耶穌係其中一個。佢哋相信亞巴郎，相信梅瑟，相信耶穌同埋穆罕默德4個。
大先知，耶穌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接受唔到耶穌係天主，所以咁多宗教上嘅衝突啊，就係因為接受唔到耶穌基督係天主。所以讓我哋基督徒堅持自己嘅信仰，我信耶穌基督嘅話，冇其他嘅嘢噶啦。我哋要記住，伯多祿就講咗呢句話：主，唯有你有永生嘅話，我哋仲去跟邊一個？伯多祿認為自己唔需要再有其他嘅嘢，唯你有永生嘅話，我哋基督徒就係接受耶穌基督嘅話。咁我哋感謝天主俾我哋有呢一份咁樣嘅信仰，亦都讓我哋繼續堅持呢份信仰。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